各位大師教育嘅 DSE 同學，如果你都想從今個暑期開始極速保底讀好英文呢一科，咁呢條片你要繼續睇落去。去到學期尾又讀咗成年英文，但你覺得自己好似同冇讀過一樣。我哋明白你初中 grammar 唔錯，普及夠使，但去到高中英文成績係插水式下跌啊！而且而家更加淪落到徘徊喺合格嘅邊緣。學年好快嚟緊，而 DSE 英文而家越出越深，底子弱而又冇做好準備嘅你，只會毫無勝算。但唔使驚，無論你而家底子有幾差，係通過我哋呢個8星期暑期精讀計劃，你絕對可以逆襲。呢個計劃係包括咗讀寫聽說4份卷，將會喺8星期14堂嘅時間同你極速重塑4卷嘅思維及英文底子，務必同你極速保底。我哋已經創造出以上過往多位 DSE 門生平均升2至3個 level 嘅強勢奇蹟逆襲真實例子。所以如果你都好想好似我哋嘅門生一樣，利用一個暑假極速翻身逆襲，請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及報名。事實上，去到而家85%嘅學額已滿，所以名額非常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保底同學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用一個暑期嘅努力換你此後英文成績無憂，你願意嗎？WhatsApp我哋，話俾我哋知你嘅答案。